Hello，大家好，又嚟到花旗環球財富投資金融市場短評嘅時間啦。我係陳樂瑤，今日係2025年6月2號。上週嘅市場動態發展係我哋過去一個月經常提及嘅投資主題縮影，人工智能投資同埋關稅雜訊都會持續。雖然市場擔心中國人工智能嘅新貴冒起，同埋美國限制 AI 科技出口，或者導致今年早期嘅人工智能基礎設施股票遭到拋售，但係第一季業績期結果佐證咗人工智能對企業盈利或者有更持久嘅影響。我哋認為環球數據中心嘅龐大資本開支，或者會喺中線繼續支持經濟同埋相關股票嘅投資。喺第一季業績期間，美國4大超大規模雲端供應商重申今年合共資本開支達到3240億美元，當中仲未包括最近宣布嘅美國星際之門計劃。相信各行業將會加速採用 AI 以提高員工嘅生產力。我哋繼續偏好人工智能相關投資作為股市嘅長期增長動力。關稅方面，上週唔同嘅法院就美國徵收關稅嘅裁決，或者減慢美國達成貿易協議嘅步伐。我哋認為美國廣泛加徵關稅，或者成為美國政策嚟緊3年半嘅特點，對經濟嘅影響仍然難以判斷。企業同埋消費者或需要共同分擔更高嘅關稅負擔。但目前經濟仍然具韌性，同埋通脹仍然高企，或者支持聯儲局暫時按兵不動。美國財政法案方面，我哋預計參議院喺嚟緊數個星期，或者有重大修改喺眾議院通過嘅財政法案。目前市場預期喺眾議院通過嘅法案，令美國10年後嘅赤字佔 GDP 比率，或者維持喺大概6.4% 不變。但係今次財政立法嘅過程，或者佐證美國兩個主要政黨都欠缺意欲解決結構性嘅債務問題。上述財政法案或者有兩個影響：第一，輕微刺激經濟增長，鼓勵國內投資以抵消關稅部分嘅影響；第二，增加美國政府對發行國債嘅依賴程度，或者令利率有上升嘅壓力。加上最近一間評級機構下調美國國債評級，或者令環球債券收益率上升，市場對美國財政焦慮，促使我哋繼續維持固定收益配置嘅存續期比指標嘅更低。同時，我哋積極評估利率上升嘅程度，同埋密切關注住喺固定收益配置中拉長存續期嘅時機。由於基本因素估算仍然具不確定性，美股估值或者過高，加上債市嘅期限日價上升，我哋對喺投資組合增加股票仍然持謹慎嘅態度。但係環球數據中心嘅龐大資本開支，或者喺中線繼續發揮支持經濟嘅作用，我哋繼續偏好人工智能相關嘅投資作為股票嘅長期增長動力。今集嘅金融市場短評時間又差唔多啦，下次再見，拜拜。